每年的台湾灯会要伫台中举办，灯会主题曲嘛抢先来献光。台中市政府是邀请到台中在地咿呀乐团来创作，伊嘛是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。咿呀乐团甲珍珠奶茶、甲台中的夜景拢写入去歌词，这个动画影片嘛真可爱，会当看到台中真侪出名的景点。 看板，轻快活泼的节奏，也有古锥的动画。明天我们在哪醒来 ？I don't know, but tonight we'll be fine。这是2020台湾灯会主题曲，因为伫台中举办，所以歌词添加台中元素，珍珠奶茶，点杯真爱，有台中夜景，的灿烂。动画内有穿插台中有名景点，高美湿地大风车。 有后里马场骑马，正在盛开，也有听到开火声音，机械花。歌曲中的 solo 嘛是用后里有名的乐器萨克斯来演奏。这首灯会主题曲的创作者是因咿呀乐团。人生不应该留下太多的遗憾。伊是台中在地乐团，嘛是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得主。是我们加了一些 管乐、萨克斯风、小喇叭跟长号，然后再增加一些我们和音的厚度，所以让它整个歌曲听起来是比较热闹。咿呀乐团第一次为台湾灯会写主题曲，唔但爱好听好唱，佮还有台中特有的文化风格。